祭天祈福大典圆满完成。李山宝光圣堂单位负责礼仪，还有礼生、乐生、文艺生、武艺生，各宗教代表都有参加，大陆的义参公务员也有来参加。义参的一贯到64代道统名师。我要来宾请。后东方18代里面第7代，白毛二祖，白义聪，宋朝白义聪。晒太阳啊，那个神经纤维会长得比较好，比较不会失智症。晒太阳，睡眠品质会比较好。老人有晒太阳，比较容易睡着。老人晒太阳可以防失智症，不能晒太久。